你聽講過汪直咩？喺中國歷史書上，佢係個不折不扣嘅賣國賊，一個背叛祖國嘅海盜頭子。可喺日本，佢卻被奉為英雄，仲有雕像供人瞻仰。同一個人跨過海峽，評價卻係天壤之別。佢到底幹咗乜嘢驚天動地嘅事，俾兩個國家對佢嘅評價截然相反？嘉靖皇帝朱厚來係個特立獨行嘅主，佢即位之後對海禁政策嘅態度極為強硬，幾乎讓成個海外貿易陷入停滯。呢一段海禁嘅歷史其實由來已久，早喺明朝建立之初，朱元璋就實施咗嚴格嘅海禁政策。嗰時嘅口號係片甲不可落海。朱元璋啱啱打下江山，國內百廢待興，又要應對沿海倭寇嘅侵擾，自然唔允許平民隨意出海。到咗永樂年間，鄭和七下西洋，明朝嘅海禁政策有所放寬，對外貿易亦都開始繁榮起嚟。可好景唔長，等到咗嘉靖時期，因為日本內部藩國之間爭奪進貢資格，引發咗一系列衝突。嘉靖皇帝一怒之下，又把海禁政策搞得特別嚴格。汪直原本係個規規矩矩做生意嘅海商。嘉靖19年（1540年），佢同幾個伙伴從廣東出發前往日本。當時嘅情況係，官方唔允許出海貿易，可民間嘅需求依然存在。汪直睇準咗呢個縫隙，開始走私黃絲棉等違禁品。佢好快發現，日本市場對中國商品嘅需求量巨大，利潤驚人，一來二去就踏上咗走私嘅不歸路。汪直嘅商業頭腦極為敏銳，佢發現日本島內常年戰亂，各大名封建領主之間爭鬥不休，急需大量武器裝備，呢個俾咗佢一個絕佳嘅商機軍火生意。而明朝官方卻因為海禁政策放棄咗呢一塊肥肉，汪直自然唔會錯過。佢開始專門往日本運送各種物資同埋武器，賺得盆滿缽滿。講起汪直喺日本嘅崛起，有一段不得不提嘅歷史。當時嘅日本仲處喺戰國時代，各大名為咗爭奪地盤，打得不可開交。而喺軍備方面，日本仲相當落後，主要使用冷兵器。公元1543年，一艘葡萄牙商船因為風暴漂流到咗日本種子島，船上嘅葡萄牙人帶嚟咗當時喺歐洲已經普及嘅火繩槍。日本大名松浦隆信見到呢一種威力巨大嘅武器之後，即刻產生咗濃厚興趣。問題係葡萄牙人唔願意出售呢一種先進武器，亦都唔傳授製造技術。正係呢個時候，汪直企咗出嚟，佢憑藉同葡萄牙商人建立嘅良好關係，成功撮合咗松浦隆信同葡萄牙商人之間嘅火繩槍交易。唔單止咁啦，佢仲通過自己嘅關係網，幫助日本人獲取咗製造火繩槍嘅技術。呢一舉動讓汪直喺日本大名中嘅聲譽大增。從此以後，日本開始大量仿製同埋改良火繩槍。呢一種武器喺日本被稱為種子島或者鐵炮，而汪直亦都因此被日本人視為鐵炮傳入嘅功臣。諷刺嘅係，呢啲武器後來被日本倭寇用嚟襲擾中國沿海地區，俾明朝帶嚟咗巨大麻煩。而汪直則喺不知不覺中成咗日本軍工業嘅推動者。汪直同日本大名嘅關係越嚟越密切，特別係同松浦隆信，兩人幾乎成咗商業夥伴。汪直唔單止為松浦家族提供武器裝備，仲帶去咗大量中國嘅絲綢、瓷器同書籍。松浦家族亦都給予汪直極高嘅禮遇，允許佢喺自己嘅領地自由貿易，甚至參與一啲政治軍事決策。汪直嘅生意越做越大，船隊規模亦都不斷擴張。到咗嘉靖31年（1552年），明朝政府為咗加強沿海稅收，對汪直咁樣嘅海商稍微放寬咗政策，俾咗一啲合法貿易嘅機會。
消息一傳開，杭州等地嘅百姓紛紛加入汪直嘅船隊，希望分一杯羹。隊伍擴大咗，管理卻跟唔上。汪直嘅部下開始喺海上搶劫過往商船，甚至襲擊沿海村莊。呢一啲行為徹底將汪直推向咗海盜嘅深淵。明朝官方對汪直嘅態度亦都從擘一隻眼閉一隻眼，變成咗必欲隨之而後快。汪直本人係咪參與咗呢一啲搶劫行動？歷史上冇定論。有啲史料記載，汪直對部下嘅呢啲行為亦都感到頭疼，但已經無力控制。更有甚者，當時有唔少日本倭寇亦都混入咗汪直嘅隊伍，佢哋打住汪直嘅旗號喺沿海示弱，俾汪直帶嚟咗更大嘅麻煩。面對明朝日益嚴厲嘅打壓，汪直選擇咗逃往日本。喺日本，佢利用自己嘅財富同人脈，竟然建立咗一個名為宋嘅小政權。呢一舉動喺明朝官方睇嚟，無異於公然叛國。嘉靖皇帝震怒，下令不惜一切代價捉拿汪直。汪直喺日本嘅日子並唔安寧，一方面佢需要應付明朝派嚟嘅特務同埋刺客。另一方面，日本各大名之間嘅權力鬥爭亦都俾佢疲於周旋，最終汪直仲係被明朝嘅勢力抓獲，押解回國，喺杭州府斬首示眾。汪直嘅死訊傳到日本之後，引起咗唔細嘅震動。喺好多日本大名眼中，汪直係一位傑出嘅商人同朋友，佢帶嚟咗先進嘅武器技術同埋豐富嘅物資，對日本嘅發展做出咗貢獻。特別係喺長崎一帶，汪直被視為開拓日中貿易嘅先驅，日本人甚至為佢建造咗雕像，每年都會舉行祭祀活動。呢一座雕像位於長崎嘅一座小神社內，造型頗為獨特。汪直被塑造成一位儒商形象，手持書卷同埋火繩槍，象徵住佢既帶嚟咗中國嘅文化，又帶嚟咗軍事技術。神社內仲保存住一啲據說係汪直使用過嘅物品，成為日本人紀念呢一位英雄嘅聖物。而喺中國，汪直嘅評價自然不同。喺明朝官方嘅記載中，汪直被描述為通倭賣國嘅漢奸，一個為咗私利而背叛祖國嘅敗類。佢唔單止違反朝廷海禁政策，仲向敵國提供武器，甚至喺國外建立偽政權，罪行累累。汪直嘅故事喺明清兩代被多次寫入官方同民間嘅歷史著作，成為警示後人唔好效仿嘅反面教材。汪直呢個名幾乎成咗賣國賊嘅代名詞，直到近代，隨住歷史研究嘅深入，學者們先至開始對汪直有咗更加客觀嘅評價。回顧汪直嘅一生，我哋唔難發現佢嘅命運同明朝嘅海禁政策息息相關。如果冇嚴苛嘅海禁，汪直或許會成為一名合法嘅海商，為國家創造財富，為中外交流搭建橋樑。明朝初期實行海禁，有其歷史必然性。新朝初立，百廢待興，加上沿海倭寇猖獗，禁止民間出海貿易，有利於維護國家安全同社會穩定。隨住時間推移，呢一種政策嘅弊端逐漸顯現。鄭和下西洋時期，明朝一度放寬海禁，海外貿易繁榮，國力增強。可惜好景不長，之後嘅統治者又恢復咗嚴格嘅海禁。嘉靖皇帝時期嘅海禁政策尤為嚴苛，一方面官方完全禁止民間出海貿易，另一方面朝廷又無力維持好似鄭同咁嘅官方海外貿易，呢個就導致咗巨大嘅市場空缺，為汪直咁樣嘅走私商人提供咗機會。更為諷刺嘅係，當明朝封閉自己嘅大門時，歐洲列強已經開始咗大航海時代。葡萄牙、西班牙等國嘅商船已經抵達咗東亞，並開始同日本等國建立貿易關係。
汪直嘅崛起，某種程度上反映咗中國喺海洋貿易方面逐漸被邊緣化嘅歷史趨勢。同一個人物喺唔同國家、唔同立場睇嚟，可以有完全相反嘅評價。汪直既唔係中國史書中描述嘅徹底嘅賣國賊，亦都唔係日本神話中嘅完美英雄，佢只係一個喺特定歷史條件下為咗生存同發展而做出選擇嘅普通人。